基泰建设伫台地的建案出问题，负责做连续标的包商合作机会营造。基泰建设股票是落甲即马剩12块，2个交易日尔，等于有13亿拢乌有去。上班的人进进出出，会务人员也无用散会，才是台北市兴隆路造成面体崩塌的基泰建设总公司就伫这栋大楼10楼，警告所11派人去基泰公司进行违抗实地查核。台北市都发局也公布工地下包连续壁厂商是集会营造。所有一系列的公布相关的这个营造厂、下包厂一个也都不要跑掉，好，那大家都可以避开这个雷区。到新北市三重埔集会营造，伊就伫滨体3楼红色大门顶悬搭一张小小的标签，写集会营造有限公司。总机人员表示，主管处开会无法度进一步说明。对，我们做他的连续币，这个可能是要等老板回来，他们是去开会，对。几啊天拢无出现基泰70总算开重大信息说明记者会，董事长陈世平宣布请辞，高强调所有责任伊一个人负责。按国民党市员王世坚提出市长证据表示，基泰早伫司法进前44天就已经知影部分检测仪器已经超出警戒值，而且附件事后早伫8个月进前到4个月前，因为基泰动工造成大门歪起、壁逼开、漏水等等，想要到台北市都发局煞回复。会刊标题无危害公共安全之余，建筑工程因继续时间本局无要列管，佮继续学，所以第早起去北检提告陈世平杀人未遂。他不考虑已经观测到的数字，你还要求工地，加紧施工，所以你们就开挖了，完全站在你个人利益、公司利益在考量。昨天已经有提供了，那因为只有8、9月，我们现在持续请他提供完整的这个监测资料。除了市官王世坚2摆对基泰提告以外，查到国民党立委王宏维也告发基泰涉犯刑法第193条违反技术性规罪。目前台北地检署已经签分他一案，指派检察官进行调查。基泰早盘估计跳空跋停收盘61.39块，以12.05块跋停收市，超过1.3万张卖单排队等成交，总共将近2个交易日，期间损失超过13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